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礼拜一摆的代志挂大条，我是苏晴。自行政院宣布，全国新冠肺炎3级警戒延到6月2日开始，各级学校嘛爱配合，一直到休热休煞进前，学生拢停止去学校上课。这段时间，真侪家庭拢是家长带囡仔做伙踮伫厝内上班上课。关心理小宽益的台湾少年宽益甲福利促进联盟，趁这阵啊居家防疫，对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做调查。发现有将近3成囡仔人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伤长，达日平均12点钟。学生囡仔因为袂使出门，加上学习压力，佮感觉和大人眠时间嘛变侪啊，加减造成家庭冲突。无法度去学校，有老师发现真侪囡仔无和朋友见面，心情受到影响，甚至学习的成果嘛无好。学校特别呼吁家长，唔通干那要求课业。嘛要注意生活中的陪伴。专家也建议，会当定期开家庭会议，做伙安排时间表，对亲子关系拢有帮助。幼囡仔欢喜咧佚佗，连咪耍办公会啊，连咪爱妈妈讲故事。囡仔人切着，家长即阵无法度甲因带出去公园，伫厝内就爱想尽办法满足因的活动量。不能去公园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买了室内滑梯，还有跳床。对，就想说，除了一些静态的玩具跟绘本阅读之外，也还是消耗体力是对付小孩很大的一个难关。家长甲囡仔长时间伫厝内活动，空间的使用、时间的安排，拢有真大改变。加上烦恼情绪会影响到囡仔，所以家长会温暖心情。专家提醒，照顾厝内人的同时，一定爱先照顾好家己。第一个是照顾自己，要认识、理解、接纳你自己现在有这些负面情绪是正常的。我们不是100分的父母，也不会需要是完美的父母。再来呢，是找回一个生活的顺序，因为在家的工作时间很容易很长，然后你又要很快的去转换你的角色，那样子的负面情绪一定会累积。其实我会建议2岁以上甚至都可以跟家人、跟孩子晚上做一个像家庭会议的方式。郑欣义嘛表示，学生囡仔若因为无法度出门，功课压力大，会当参考理福联盟的蔡讲少年专线服务。家长若连续1礼拜心情歹，无法度排解，网络也有侪咨询专线，亲像諮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等等，拢有专业的社工单位提供协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最近这1个月，有真侪加强的防疫措施，社会大众的生活加减拢有受到限制。伫心理或者是情绪，也会出现一寡变化，亲像是经济压力，也是工作风险增加。家己一个人生活，参外界活动减少。另外，又因为甲厝内底的人相处时间变长，失去温书等等，拢有可能造成压力、参负面情绪的累积。为少官方甲民间单位拢有提供免费的心理关怀咨询管道，若有需要民众会当卡卫福部1925安心专线，或者是甲各地方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直接。民间也有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甲理福联盟提供服务，特别是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因伫高风险的工作甲高压的环境下，阁爱面对病患参家属的情绪。心理卫生协会表示，专业者嘛是人，建议病院雇主应该伫上班时间主动甲关心。疫情期间，护理人员徛伫第一线照顾确诊者。中华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李淑晶就指出，医护人员惊会甲病毒早转去厝内，逐工提心吊胆。像家己的查某囝就是呼吸治疗师，工作风险大。阮查某囝伊拢来咧加护病房，拢是迄个较近的病人，搁插讲，搁有诶爱拍痰，爱拍痰，有当结果迄个喷出来，一方面惊家己去检验，二方面佫惊传染给厝内的人。伫守护民众健康的同时，可能佫要面对人力设备无够、传染的风险等等问题。台师大卫教系特聘教授李淑贤去年捌针对1700外医护人员做调查，了解疫情之下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
差不多有40%的医生甲护理哦，感觉讲压力足大的，心理非常的耗竭，情绪上受到的困扰很大，所以有差不多有45%已经有忧郁的症状。面对各种的工作压力，虽然目前真济单位有心理咨询专线，病院要提供心理关怀，但护理人员一下班可能就想要紧回去休困。其实，更较重要的是主动关心。咱的关怀吼，应该是上班迄阵有当爱半点钟、1点钟，互工作人员会使传时啦。为病院还是咱无共款的所在，主动关怀。无即摆大家拢讲最近好无，拢来讲病人好无，拢袂记咱家己。李小晶表示，护理人员本身可能嘛是家庭照顾者，即阵变成纳职双头烧。专业人员也是人，也需要专业的支持。病院正做优先一场，有身心健康的医护人员才会当守护全民的健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家扶基金会表示，伫警戒提升了后的头一礼拜，因就掌握到有上千户弱势家庭受到影响。原本就散起的家庭，更加歹过日，因也呼吁社会各界继续斗3工，做伙帮助弱势渡过难关。但是，甲疫情无关系的人口老化现象，所影响到家扶基金会长期以来的家庭寄养服务。真侪协助安置囡仔寄养家庭，因为满65岁必须爱退休。所以，寄养家庭的数量快速减少。根据基金会统计，去年全国寄养家庭增加70户，但是退出的却有103户。屏东家扶中心今年有4户寄养家庭要退出，需要安置的囡仔却无减少。目前在防疫期间，所有活动拢暂停的情形下，因为真欠寄养家庭，因也按算利用线顶说明会。招募热心民众加入寄养家庭，还不错呢。他现在在学会握笔。他握笔这是蛮不错的哦。哎呀3岁半的阿福，佮有寄养家庭的爸母，做伙透过网络佮社工开讲。疫情期间，屏东家扶中心减少访视，嘛是要了解寄养家庭的情形。而且，这对退休的翁仔某，拢总照顾3个囡仔，实在是因为6岁以下需要安置的囡仔，这几冬愈来愈多，有时一个家庭爱照顾2个幼囝。阮总共有迄落20几个囡仔，嘿，啊，佮其实真正照顾才24户会当照顾，嘿，啊，所以其实即个家庭会帮阮照顾到第3个，是因为今年其实阮嘛无所在会当囥啊，嘿，啊，因为2个翁仔某是专门咧顾囡仔的，嘿，啊，因拢对翁仔开始帮阮顾。目前伫屏东家扶中心有48户寄养家庭，照顾74个囡仔，其中干那24户会当顾幼囝。今年煞有4户家庭因为年岁大想要退出，疫情期间一切宣传拢无啊，袂当受影过去外口办活动。不过实在真欠寄养家庭，因想着用线顶来办说明会。阮第一届用线顶的方式来招募寄养家庭，打电话来屏东家扶中心寄养组，打电话甲阮讲，伊要报名来参与即个说明会，阮就会将遐资料拢寄互因，啊，因会。阮会用 Google Meet 来处理。26个线顶说明会，屏东家扶希望年岁25以上有收入，而且厝内有空间的民众，做伙来做寄养父母，或者囡仔有一个安心成长的所在。记者陈亚文罗为做屏东报道。台湾家己采买的新冠预防针，甲日本、美国关注的陆续到位，但是恐价较大，全台湾的注射率也真低。含专家建议的，至少爱6成以上，才会当产生群体免疫的数量也差真侪。不少负责注射医护人员用尽步数，精准调剂量，就是希望珍贵的预防针会当加注几个人。但是这阵仔传出一寡还未注预防针的时段伫咧张图，有医师呼吁爱建立退保的机制，甲预防针让好想要做的人。指挥中心是表示。根据2020年台湾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就算伫无注新冠预防针的情形，平均每日拢有200多位75岁以上的长辈过往。希望大众理性评估，因为预防针的数量目前也真有限。指挥中心有按照风险规定注射对象的分类甲顺序，
不过台北市所有诊所违规，或无符合身份的人先注射。经过台北市政府调查，罚诊所200万，支付内部也启动正风调查。打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记录卡，顶悬阁有印好生活诊所的印仔。经立委林静怡指出，台北市中正区的好生活诊所替介济人注疫苗，要求政府调查台北市疫苗流向，敢有毋是第1类到第3类的人违规抢台新主新冠肺炎的预防针。简单讲，这个问题就是你台北市卫生局你到底有照册无？到底有照规矩来做无？本来若伫咱咧讲卫生局的局长讲的讲，所有的疫苗拢是为病医分的。啊，若拢为病医分的，啊，哪会有诊所出来？是你病医拍袂了，拜托诊所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本疫苗到诊所确实有按照规定，不过规定爱互第1类到第3类的人员来先做。即马调查了后，发现诊所6月初7摕到第1批疫苗15罐，有用伫172个好生活诊所甲好生活基金会志工身上。6月初8阁摕到100罐，嘛用伫相关诊所甲基金会，总共1113个志工身上。外网上面是5月10几号公布的时候是没有，但是我们再去跟他询问，他说6月2号他是他的合约医疗验所。今天早上稽查的结果，显然在我们要求他们依照第1类到第3类的医事人员，有一大部分是不符合相关规范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处以最高罚款200万元。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做预约的合约诊所，这个资格我们也把它取消。林静怡这期好生活诊所的员工100通人，但是因是做了1000多人，这期诊所的职工哪有遐尼济？黄珊珊讲，台北市政府的内部相关人员无对诊所提出疫苗的需求进一步了解甲调查，这个行为是可能违法，会送警方调查。记者郭碧根、郑派文台北报道。大家顶一遍看册是虾米时阵呢？就伫出版业豆豆咧衰退的时，作为出版品的市场，自2013年开始，算是逐年稳定成长，个人买的比例占上济。除了销售平台愈来愈多元以外，电子册也有节省空间，随买就通随时看优势。根据销售平台表示，主笔性主题读者更加介意买电子册，而且所有出版品也合作者甲出版社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利润。纸本参电子共步发行嘛，正做趋势。其中有声册嘛是愈来愈受到欢迎。啊，那伫这一波3级警戒提升了后，全台湾各大图书馆配合防疫措施也暂停开放。为着满足民众阅读的需求，图书馆也积极使电子册提供民众借阅。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今年5月借册数量和去年5月相比成长70%。因应新冠肺炎的3级警戒，各图书馆平台拢释出电子册借阅服务。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伫这段期间，嘛针对防疫踮伫厝内民众提供相关的线顶资源。民众宅在家防疫的话，他最需要的就是讲，大家爱住，大等爱住的时阵，所以我们就会推跟那个他宅在家就能随时可以看的食谱相关的，或者是吃的部分的健康相关的书。那另外的话，譬如说，宅在家也能好运动相关系列的那个书的推播这样子。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今年1月到5月和去年同期相比，电子册借阅数量成长45.5%，借阅人次成长52.7%。其中5月的电子册借阅数量，甲去年5月比增加70%。另外，电子册出版社也有明显的变化。最近这几个月来讲，电子册颠倒是伊的量会变大。啊，大家拢甲较早做过册摕出来做电子书嘛。啊，较有趣味的变化就是讲，伫个学生高3还是国3的学生都会考量，都开始发生疫情嘛。看排行榜啊，拢是较小漫画啦、小说啦、写真集啊，占据了电子书的排行榜。这几档因为阅读形态改变，加上疫情影响，电子册有愈来愈受欢迎的趋势。各大图书馆借阅平台除了电子册，也有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线顶资料库、影音平台等等的资源提供借阅。希望疫情期间，民众伫厝内也是当享受多元的阅读体验，满足阅读的需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自从顶个月开始发生全台湾大欠费，到目前血液库存也是无到正常的增长。疫情即阵威胁到全人类的健康，只有人甲人互相帮助，才会当渡过难关。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在即卖情势更加需要咱来付出行动。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各关怀场所拢有实施1922实联制，而且进行人潮管控，保持社交距离、挂喙安。关怀椅仔嘛拢会用酒精消毒，请民众安心关怀。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挂大条，感谢观众捧场，欢迎大家帮阮大力分享给其他朋友。咱3加11天后再会。